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青豚，台语安尼写青豚。青豚的青，若是做名词，就是清啊，就是咧清灰尘的工具，像鸡毛清啊。若是做动词，就是清灰尘的动作，像讲甲桌顶的烟叶清清咧。那长久以来累积的烟垢，台语讲烟囤，所以青囤就是清扫烟垢尘埃。民间的风俗，农历的12月24是送神青豚的日子。12月24这天，爱甲神明送转去天庭，甲玉皇大帝报告人间的善恶。玉帝就根据这个报告来定定新的一年每一户每一人的吉祥祸福。所以家家户户拢会传四果行礼，拜拜送神，而且会特别准备麦芽糖、圆仔等等的甜品。要互神明食甜甜，讲好话，像俗语讲的“好话传上天，歹话等一边”，就是要拜托神明加讲一寡好话。送神了后，就会当开始请屯拼神明听，甲神像、神龛、神主牌甲香炉清清切切的。厝内嘛会当开始大摒扫，嘛甲厝内的晦气，也就是衰运、歹运气，拢甲扫掉。迎新送旧，所以俗语唔只会讲大摒厝，才会大富贵。今仔日的台语字青豚，实在真趣味。